劳动部长何培山落台，行政院宣布由民进党的立委洪新汉接为25就会上任。行政院长杜英台交予洪新汉三大任务，健全劳工的职场环境。不过，在也是这期洪新汉的经验不够，也有劳工团体批评洪新汉无适合做劳动部长。劳动部8年案还未收线，致使劳动部长何培山上任半年就落台，这是历史上任期上短的劳动部长。行政院长杜英台23搁再向家属表达这唔甘，嘛正式宣布由民进党立委洪新汉担任劳长，搁交付三大任务，甲为含化作具体行动，营造友善合理的劳动环境。真的能够健全一个友善、合理的职场。让所有的劳工朋友能够在安全的环境当中为国家、为人民来效力。洪新汉嘛伫面这答问，坦白讲，即摆是劳动部真艰难的时阵，着爱互社会一旦搁信任劳动部做全国劳动主管机关，搁较爱重新依据部内党人的士气，这是袂当失败的任务。既然接落来，都会尽全力。民进党的用人逻辑真的是让人瞠目结舌。启用洪申翰担任劳动部部长，也代表民进党真的没有人了。面对立法院磨刀霍霍，洪申翰恐怕也不会有任何的蜜月期。这次霸凌的案件，他公开说他早就知道了，而且还传达给劳动部。那请问他有没有紧追不放？不过在野立委拢看衰，讲洪新汉互人叫去拍火，是临时应付。雇主协会表达强烈抗议，讲劳长变作是想官位的派任，批评洪新汉较早干那顾争取外国籍看护工的权益，颠倒用制度霸凌有长照需求的家庭。劳电是话讲应该赶紧修正这个安全卫生法。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些失能者家庭的需要啊。我们也曾经有去拜会过他，他就撂下一句话，我都是挺义工的。也是部分区立委确定由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替补，民进党团也正肯定，讲王义川较早定列席党团会议，熟悉技术的攻防，也是一个真坚强的战力。议题的攻防上面，或者是帮执政党在这个法律的立法的相关的程序里面，我相信他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一个贡献。针对选罢法、在位法这个时事议题，林佑昌是讲王义川会当用较白大家听有的话语，互民众了解，做出贡献。记者综合报。